这个指挥中心进前有来预告，讲将要开放到 AZ 会当套揽到 BNT 为主。结果这就互真侪民众有疑问咯。这个第一剂是来做 AZ， 安尼第二剂是要继续来做 AZ， 或者是要套揽换做 BNT 较好咧？专家建议讲也是尽量莫来套揽较妥当。不过，若是做第一剂 AZ 的时阵，出现着血甲血栓，或者是心肌炎等等严重的不良反应者，专家建议，安尼第二剂上好就莫搁做 AZ 呀，会当考虑做 BNT。打针的部分不要了，回去帮我多喝水，多休息哦。疫情当前，做疫苗换牌子，身体敢会堪治？指挥中心规划 AZ 男咧做 BNT， 有第一剂做 AZ 的民众随便心想要做 BNT， 嘛有人感觉人生最困难的，敢会继续始终继续做 AZ 做 AZ 的民众。最适合大家的应该还是相同疫苗的一个2次施打，因为这些2次施打之后，我们现在知道在半年左右，大部分的抗体都可以维持，甚至 AZ 的部分，它不但保护力没有预期中差之外，它的细胞免疫跟抗体免疫，其实它的一个表现，甚至有时候比一些 mRNA 疫苗的一个被施打者来得更好。AZ 疫苗若与 BNT 疫苗进行混打，它会比 AZ 疫苗接续 AZ 疫苗不混打的情况下，具有更强的不良反应。如果对一个身体状况不是顶好的人，原则上来讲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负担。像 AZ 的部分，第3剂施打可能不太合适，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腺病毒载体，2次或3次的连续注射之后，身体会产生对腺病毒的一个抗体，进一步影响它的一个传递效率。譬如说今天打完 AZ 第1剂就出现类似血栓的症状的话，那当然就是第2剂就不要再打 AZ。目前看起来，除了混打的一个选择之外，接着是延长的一个施打间隔。那到底哪个是最好的选择？我想这部分可能还是需要指挥中心去建议。目前台湾的疫苗供货量超过总人口数，重点是敢会当伫有效的时间内注到适合的疫苗。若是注第一剂牌子的疫苗副作用真严重，第二剂上好是换一个牌子，安尼可能会较好。